Ini ya, keren ya. 不要太咸。好吃。你看我不过甜，很好吃。刚刚好，有甜有咸。你下去再炸。而且它这个不是没有熟，它是骨头。 Ini yo. Ini tak beresin ya nyonyaku ya tak mandiin. Ini bersih teman-teman, bisa bersihkan seperti ini. Wes tak matikan lampunya. Ini mati ini. Wes di sini tak bersihin ya. Ini tangganya ya tak bersihkan. Lantai sini ya tak bersihkan. Aku umbah-umbah ya, itu punya aku sama punya nyonya. Di sana juga ada. Seperti ini panas ya. Jadi tak tutup aja. Nah, kamar mandi ini tak cuci ya, kinclong. Bersih, teman. Bersih, kinclong. Di sini ya wis bersih. Selamat pagi dunia, halo. Tang 昨天加热都 OK 了。没有汤啊。对，这个猪汤也很好吃，放肉跟那个放一起。没有肉羹了。昨天肉跟那个了。 这个猪汤清清比较好吃的，对。可是哈，那个清淡。没有，他喜欢油的汤哦，吓死人了。它有三高吗？高血压。等一下，小心小心。沙肠豆。哎，等一下，给我一点点这样好不好？两粒，我不用这样沾到猪油。 我没有吃菜不会大便哦。对。我进来这边都没有大便。对。一个礼拜都没大便。这个用洗菜了很好洗。我们切这个，等一下要回家再收起来。哎，这个，哇，便宜点点。小心哦，它会滴了，它会滴了。呀，肉มันขาดเชียน不要都得力拉拉了，这样了，聪明一点啦。我手脚也不动啊，对不对？好了。在冰箱有猪油的酱油那个更好吃，但是不要太油了。好了，放豆瓣酱比较好吃。呀。呀。星星的，我都喜欢吃星星的。 哎呦，不能在家是腰果吃太多。腰果是什么意思？那个豆豆啊，那个豆啊。有可能啦，有可能吃。重口味哈不好。看。哎呀，害我都一直脆大嘛。那个太太一直说我煮，那不可能，我们家里头也用那个东西在教苗太太煮。那个太太有可能吃那个了，也那的腰果那个的，因为它鲜的，它一定放盐巴一堆。 哎，看，有水，应该是如果要吃早上，最好是原味，不要咸。太太一直说欧呀阿优，什么都欧呀阿优，欧呀阿优。哎呀，你是味精放太多。啊，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的事，刚刚好。它这个盖子是不是？盖子比较大，那个也可以，可以来的。还是那一个？我拿一下，看看，是看看。这个。不是，不可能，那个太小。看看。 有可以了，可以了。长豆要散烂一点。等一下，长豆也要炒吗？对。啊。我想说哈，东西不要煮太多，快点拿。我拿这个好不好？拿多一点。不用不用，等一下还有长豆一点地瓜叶。这个我洗干净了。好，行啊，来。来，我洗好了，我洗了。不过我都不要太难了。啊。不要太难，你拿起来。啊。 台中的菜很厉害的，很快都难。怎么样？好不好吃？可以啊。你
我跟你讲，你的先拿起来，我的再打一下。我怎样？你呀、你要吃的拿起来。不过长豆比较咸。啊，你拿多一点，拿多一点。因为哦，我怕五花肉。我有买五花肉回来。这个上山啊，上山。加这个也好吃哦，酱油这个它比较好吃啊。猪脚的酱油哦，这个长到卤蛋没有关系啊。没有关系。你看这样比较好这吃。边也有油啊，你看。你看这个也是油，这个猪油那个捞出来，猪脚的捞出来。这个要卤孙溪啦。你看去买孙溪应该是。这卤蛋又在这里了，捞起来。等一下长到锅子，这个都是油。哦，这样，下面的酱油。不要加辣椒，比较辣一点点。来，这个辣椒啊，哎，有辣椒，买回来啦。要不要加一点？他们也不会说很喜欢吃辣。这样不要，有辣一点比较好吃啊。这个也切辣呀了。好的。你再让一点点再下去。你看太辣，小姑姑不要吃。二姑姑喜欢吃辣啊，三姑姑也喜欢吃辣啊。我用那个所以比较快。它会吃起小，如果我们哪有可能？真的好厉害，不可能的。真的。要关的。不要，现在才10点多，我11点半再来杀。呀，把那留给太太呀。这个很安全的瓦斯，我们忘记关掉，它会吃起死。这个香蕉太太说好吃是这个。试看看。好吃。一人一半吗？对呀。早上太太有吃香蕉的。去拿两盒下来给我吃。好，来，一口。吃一个比达亚的啦，不要看。好甜，很像是牛奶香蕉。有没有 QQ？有，好吃吗？好吃，很香味道。今天来嘴巴都很香。我现在是搞不懂它煮什么汤啊。上鸡啊。这个是什么？你看，那个，它的泡菜汤。客家人就是喜欢这个泡菜。味道很特别。可怜啊！为什么可怜？它煮的东西。那个都很棒。那个什么东西，对对？有吗？它也感冒了。这个吗？啊，对，谢谢姐。明 C 跟那个而已，血糖药。我的手干净。OK 吗？是再来一口。不要了。滚了，太太。你不要给我炸，我现在。我要这个锅是我要用诶，用炸不鸡。要不要，你给我放在锅子上。还有我教你，有的菜不全部放下去，中午这个汤就好。这样吗？全部吗？啊。但是它没有味，那没有芹菜什么味道啊？芹菜没了。这个没有，这个没有。啊，叫的忘记在哪了哈，再买好。买什么东西？有啊，够了，这个够了。不够，要了。我不骗你的。鼓掌有一大堆了，不要办了，看上面。那个是好的用。它好的有了，比我们好。再放一包。看，看它好的，这个叫什么？葵花油。葵花油，你再拿一瓶下去。看哇，他们一大堆，他们好的油。这个是我们市场哈拜拜的时候的油。如果我们家里现在不是这个油，我们谢黑你太太那个叫什么油？黄豆油。
我不喜欢那个。我把太太的衣服等一下脏脏。等一下，我绑起来一下，不要动。这个衣服很容易脏。吃饭，1、2、3、4、5。那你有吃饭，有喜欢吃饭，几腿？1，你看可以找2。看，3个鸡腿。我说鸡腿，它全部都是鸡腿。你自己要吃的鸡腿拿起来。不用拿的，这样下来，差不多这样下。先过来。等一下。这个跟我们那边不一样，更好吃。这个先刚刚20分对。那一包这个拿去哪里？桌上，没关系，那个也可以。Ini yang adonan basah dulu. Jadi dia basah-basah. 要不要加鸡蛋，对不对？不用了。你要怎么煮就怎么煮。不是移动而已吗？我今天尝一块看看就好。那个推员就帮忙打开，中间最大，跟旁边这边最方便。No，西柚那个。谢谢。我想炸一下，有没有鲜？吃看看。香菜什么不要？就没有来加。菇没有了。菇。这个手盘。Aku tambahin 1 telur.我们白天不然那个一会也可以煮这样的一次。对。要不要压下去？有，一定挑起来了啦。哎，那怎么会这样子啊？没有关系，不用关开。那个火代表死掉了，没有火呢。开台的。哦，那这么厉害啊！有可能刚才台的又插这边了。没有啦，他可能是说你那个火太小，他也会帮你叫，所以你要注意。他有叫哎。这个有时候我们插这样不是故意，它会失血。没有，他有叫哦。这个也没有声音，对对。没有，我是美国的。这个也跟台这个一样。这个。这个跟我们家一样。这个才1万多块，好便宜耶。威尔布。哦。看这个。菲尔普。哎，跟我们家一样。哦，这个好哎。以前台台说要买冷冻。才1万多块钱哦。特价了，有可能。哦，很好。以前台台要买冷冻而已啊。对呀。不用了，没有用。太熟了吧。啊，是本来这个东西不能太快，它会吸油。啊，他们的东西哈，都是本来男生呢，不脏哦。你清尝。那个皮了，不要皮，看你肉。可以，好不好吃？有没有咸？没有咸，有甜。哦，有甜啊，没有咸。不要太咸。好吃。你看我不过甜，很好吃，刚刚好，有甜有咸，好像还没熟来，看要流血，等下一直叫我捞出来。那你再加下去这个，你下去再炸啊。而且它这个不是没有熟。它是骨头，
还有包包啊，熟了啦。是吧？拿去尖削一点，还有血，没有啦，这个什么东西？骨头啦，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呀。我有打开没有？当然它会吸油。好吃。好，好。这个台菜的葱这也还没好啊？还没。哦，这个要越嚼越好吃。哦，也酒也没有哭。辛苦了，辛苦了。那个鸡腿是看看姑姑怎么样？你们的鸡腿怎么吃完了？吃完没有了？看你的。台菜说怎么样？刚才到，不过什么味道？不过什么？来，不要吃太甜。如果要甜，吃月饼啊，不要炸鸡。要甜是吃蛋糕。啊，这家人都在等吃的，没有出来。不出来做事，在那等吃啊？台台要做什么？小盘子在那边了。不出来做事，在那等吃啊？你盖也好，还吹冷气，超饿了。不出来做事，在那等吃，跟你妈一样，跟你一样。我在赚钱的，都跟你学习。对呀，都跟我学习。加强一点，他在上啊，再强一点些啊，还是哪里？卖小猪的地皮，炒你在中午，我看你炒啥，肉很多。这里，今天比较苦，因为我儿子的话，儿子4、5点要回来，我马上到4。对啊，他回来了嘛？我回来吃饭，他回来要煮饭？没有了，回来聊天了，走开了。没有啦，我女儿她没有带小朋友不方便。对，累，叫她来这边吃吧。没有啦，我累了，我不是下午，现在叫她来这边吃就不会。对啊，我妈是很可爱的，非常可爱的。叫她来这边吃，辣鸡，好好吃的，挑。带他们2个还是睡觉？带他小朋友来。一个小朋友是学校，剩一个。是带大屁来。是带大屁来吃。如果吃不完，明天还可以吃。你的不要炸了，你的鸡腿你要吃你炸。你的鸡腿你可以，那个鸡肉全部炸。因为好多大舅妈还有阿静他们家。有啊，因为我係叫8號小仔，我較晏，我叫佢大家入阿你，冇辦法，冇食晒，好難受。这个不能快，要慢慢来。
聪明一点，奶，没有力气。奶，很简单的。这边还有一个可以装的，装什么东西？装那个肉。给你哦，哇，这个是看看对不对？好好，然后美颜你就是你拿多少给你拨？他说5万。有。随便太太，如果太太要溜不要炸，我包起来用塑胶，要怎么样？嗯？这个再炸一下，这个包起来。来太太说有很多朋友来，这个鸡腿溜鸡腿算了。等一下阿姨隔壁也要来，吃溜鸡腿算了。这个明天可以炸一炸，我们吃。这2个而已。还有呢，你等这个小鸡腿。好。叔叔，阿妹叔叔，我说弟弟。卖烧菜啦，标啦，卖烧酒。连这个老板都有点怪，我上次是还好，我平常有冰哦，伊拢爱去食，因为这人跳伊有咱跳嘛。看到，不是太太的价，没看到。今天没有带礼物。这个没，这个够。我没有一条，我还弄晚餐。养猪公瘦了，不要了，不要，别装了。来，我说不要，不要，要嘛猪，就完蛋了。那些菜啊，他们那个吃早餐都回来的，妈对，要，人家上班都没来，回来。不用炒，对对，不用炒，对对，不用炒了。这样就很好，自己都吃的。他吃的不是在你出去让我们吃啊，咱约来吃饭了。哎，要了，要一个。你假分打就1秒半钟，啊，那小朋友呢？小朋友就12岁了，小朋友来吃饭没有？你呀？哎，这个要炒吗，太太？那个不要，不用炒，对对，放桌上。上要炒。我上面全部炒掉。太太说不要炒炒。了，你这样子没有味道，他们都吃了。对啦，你用蒜头朝向，用蒜头。3告，等一下有3告，是清淡一这点个。炸的不要吃，我没有，自己炸没关系的。麦当劳一次能吃1桶。我没有吃，什么时候？我没有吃过麦当劳，很少。我是跟着。麦当劳没有吃，吃肯德基。肯德基，看吧。因为肯德基常常它有特价了。特价，哦，它的特价。哦啦啊，跨年的小伙子帅，加拿大在同啊。你的炒，桌上，我冰箱这个好。刚才盘子刚才了。没有啊，我拿来冰的啦。
Là càng sẽ thay thế siêu tiêu chân á đi. Ồ. Ini kan saya contoh yang ke ikut tulisan naik ke. Tete要给舅妈什么东西？他也敢吃炸鸡啊？对，这个那个绳子他们可以给他们做那个吗？就是那个的。这个阿也看到。老婆。你点在点，还有加水皮。哎，如果上到我。要干嘛？这个要便饭吗？要台的是要给他便当哦。哦，便当，便当这吃午餐这。这大舅妈都吃午餐这样的意思台的。哦。哎，我来啦，我若无来，你要食无食我定啦。我老爱交代讲后边，你来啦，我讲有别要别讲话啦，他们知道，但是叫人做乜嘢咯？啊，你讲你是哪个嘛？哎呀，但系你冇带出人嘅啦，我想时间到嘅，冇可以啦，你冇大家冇见啦，你赶紧啦，交上马食啦，你过嚟食啦，你要回来食啦。三姑丈夫要吃炸鸡啊？他不吃炸鸡。没有关系，给他们，给他们。不会了，我都随便，不应该有鸡腿。嗯，还有。Taruh sini. OK， 太香了，可以，太香了。还没。我有幸。
那下这个下去，不到到不离安尼，安尼讲，安尼就爱吃，因为要给我菜，好我，好，你去我菜啊，你快点我菜你搞我看。哎呀！Ini ya, keren ya. 完结篇了。这个比较热姐。这个比较好咬，用个细碟啊。对啊，弟弟的。还可以吃细碟，弟弟的小花碟，吃细碟，再放我就来一个对，对而且看它现在这条你爸告诉你，看它多啊，这个比较干。还有你要吃春阿姨的。大家不喜欢热啊？这个多啊。哦，好热。这个多啊，我讲。这个爱哦，这个嘛，最多好食，最好食。这样，你看你就这边，他不是要出去玩吗？进来是没有，平时要出去玩吗？无啦，已经对伊232+2324了，我一摕就好啊。你2324是第几？突然呐，对啊，无你突然呐，伊就是吼，无你突然，哪有啥好？哎，拢鸡腿冻的，毋是，无爱摕，迄人啊旧毛了，爱紧较无骨的，你听有无？你去靠滚，你都无啦，酒啦，毋是啦。啊，你讲你早讲的啦。没有关系啦，没关系啦。骨的上面吃啦，我袂鸡肉袂遐久，我就讲没有关系。啊好，还摕肉来，伊这好。要送给三姑丈的呢。啊，这把一号吧。卖遐讲较济啦。哦，要滚吧。哎呀，伊迄鸡腿迄地起来，我会毋知，我卖鸡肉卖甲头去啊。哦，你讲我剁鸡肉，你就知啦。我就要回来看医生了。我甲你讲，你看伊剁鸡肉，甲我剁鸡肉是毋是？啊，你台湾的无？有啦，有嘞啦。昨天你我好势啦，变啦，我爱呀，送啦。